种下千多人都竞赛出去，连带影响到菜地嘅发展。由一度乡镇都望大部产业发展向后生人转到家乡，下来看下两个理解起，转家乡嘅后生人看准家乡嘅景点，先喺顺丰开咖啡店，同后生人嘅创意发力，韩国家乡嘅文化联络起来嘅故事。罗布嘅结合一下佢时行嘅火开舞，佢有文创风格嘅咖啡店，係種花鋪線票，也參係佢數年歡迎，佢當然去協商打咖啡蔬菜。那我们的就是老屋结合了货柜屋，就是一个现代与古迹的那个结合。那我们就是将格局的墙壁都打掉，然后让空间看起来更宽广。那我们的这个墙是原本屋主就有留下来的墙，这是原本的，我们这都有保留原本的特色。印度嘅古摆，佢有文艺青年嘅風格，簡單又高雅。印種種影片係菜天然，兩擺係套藝術團設嘅行列，佢到鄉下開幾間咖啡店，係以一切都有嘅夢想。我们的家乡的话，彰化这边比较缺乏这样子的店家，那我也希望说能将我所学所看到的，能带回到我们的家乡这样。那我们彰化本身就是属于比较人口外流比较比较流失的地方，那也希望说能借由我这样子一个店家，能串联我们彰化在地的艺文气息，那也让更多年轻人也想要回到家乡。從影片以來之前到廿件蘿蔔嘅，順頭就係菜地有名嘅高手黃三元嘅蘿蔔。宝岛歌郎黄三元是所有家喻户晓的。那他唱的一首歌叫《素兰小姐》，要出嫁，素兰小姐要出嫁哈，那个所有的长辈、年轻人都听过。那这首歌的传承，也让这一个房子跟黄三元父亲的故事受到很多人的青睐。咖啡店附近呢有黃三元嘅蘿蔔，一旦結合起來，等於現行演藝術，我來也為演員行過了解菜地嘅故事。它保有它洋樓的外形，然后最重要，可是它的屋顶还有建筑风格还是闽式的。然后后面因为在1939年是日治时代，所以它也有合适的建筑风格。可是住在这里的是我们的客家人。那我们来到这边之后，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这段历史。那我们就把这边整理，然后让更多人了解说，我们埔心有一个黄三元的故居，是一栋很美的那个老式洋房。印度嘅餐點利用菜地自己嘅食材同果子，做出各種無負擔嘅餐點。其中也以 BB 調味針調嘅飲料，係貴數到後生人嘅歡迎。葡萄跟芒果，那这是我们埔心的特产。那我们的饮料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结合把它变成珍珠。那这是芒果口味的珍珠，这是葡萄口味的珍珠。那珍珠的话，一直以来就是算是年轻人比较喜愛的饮料。比如说你不敢多采很。埔心種嗰朵葡萄，種今片都囤農業皮下，盼嚟記下從葡萄樹下嘅香煙，嗰種人都勁餓咯。在我们葡萄季盛產的時候，我們有一條葡萄隧道，在隧道底下就是辦餐會的方式，讓消費者來我們這邊，除了可以買到新鮮的葡萄，那同時又可以在葡萄隧道底下用餐，讓整個消費者來到我們這裡的時間逗留的時間可以比較長一點。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異業結盟。因為像是在國外蠻盛行在就是鄉村田野間，然後葡萄樹下用餐的那個情況。那我們就是也想到說，用我們的餐點，就是讓大家也體驗一下說不同的那個用餐的環境、氣氛跟飲食文化。就很多號屏東縣高速橋，未有一類19歲嘅後生下個回到鄉下，喺蘿蔔開咖啡店，順後就係高速有名嘅三尊石獅公都嘅羅石獅公，陳百漢都屯沙琪媽媽學做石獅公版。雖然動作唔係佢熟絡，唔過佢有心，用照入行嘅石獅公版，看起來改定一下。
我们外面的那个红色是用火龙果下去染色的，所以不是外面一般的色素，所以就是最天然的东西下去做。对，然后下面的那个纸也不是用那个磨纸，是用香蕉叶，这样子它的整个香气会提升。陈百惠用石施工板来制作点度的特色点心，係因為高速太路關也裝得好，有也能叫為石施工信仰。用板啊，紅板係客家的特色，所以我想說，我們社區這樣有石施工，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那個模紙，施工的樣子做成模紙，然後下去印，就是整個就是我們在地的特色下去做的一個產品。其實陳百惠搶工研究者，以南屈騰的阿爸對桃園幾多個數群眾比，雖然喺家鄉嘅時間唔算長，不過老實施工路體路復順，對陳百惠來講，一路從一等熟悉老朋友樣嘅安親。小時候會跟他一起玩，對，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過年過節回來，會跟他說我們回來了，對，保佑我們平安健康，然後。要回桃園的時候，要離開這邊的時候，也會拜拜說我們要回去了，然後保佑我們一路平安。回去之後身體健康。陳百惠團體老實施工順利落戶，整理過後開家備點，點到大大細細事情總開始感冒。點到嘅布擺，乃就看得到佢嘅東西，佢有文藝青年嘅風格。當然同埋幾多個數嘅嘢，嗰等二十條開店做咖啡泡茶，啱補10條大家學嘅嘢咧，一個能19歲嘅後生調價提供下，受到幾多人嘅注意。後生人哪有看到希望，錯嘛嚇？無鄉下叫要點起來啊，嘿，所以我去鼓勵後幾年鼓勵鄉下。認識更多人之後，你可以覺得這邊不足什麼，這邊有什麼，對啊，你就把有什麼找出來，不足什麼把它補上，這樣就好了。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行銷出去，讓更多人知道，然後讓更多人來這邊聽故事、看文化。後生嘅幾多鄉下開家備點，同在地文化產業結合起來，希望佢哋幫佢哋上韓國度嘅人幾多鄉下，喺家鄉發展起來，未係個有特色。